國際上緊來看中東戰事，這美國總統川普對伊朗最後的死線，今仔早起8點已經過啊。這川普是鋪文警告講，要讓伊朗的文明全部滅絕。另外，這美軍也擱再去炸伊朗石油出口的哈格島。這伊朗官方甚至是出來鼓勵大眾愛站出來，用肉身來阻擋美軍的攻擊。美國總統川普佇美國時間星期7早擱再發文指出，要讓佢的伊朗文明滅亡。而且講這是歷史上重要的時刻之一。針對川普的發文，已經有美國民主黨的議員要求啟動美國憲法第25條修正案，免除川普的總統職務。天主教宗良14世嘛表示，川普的發文已經讓人無法度接受。另外，也有專家認為，這款的言論已經牽涉到戰爭罪。Chiedendo la pace. Oggi, come tutti sappiamo, c'è stata anche questa minaccia contro tutto il popolo di Iran. E questo veramente non è accettabile. It's unprecedented. Even at the height of World War II, President Roosevelt didn't say that we're going to end German civilization or Japanese civilization. 聯合國星期表示，川普的言論已經明顯違反國際法，呼籲愛和平解決衝突。Does the Secretary General think that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out of his mind? I'm not going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think what we all need is a return to sober dialogue, sober analysis, and sober action. 在咧川普發布這篇充滿爭議的文章之前，美軍擱再空襲伊朗的石油要地哈格島，目標是超過50個軍事設施，包含防空系統、海軍基地、甲彈藥庫等等。伊朗半官方的媒體也證實講，哈格島有發生真濟件爆炸，不過強調基礎設施攏無受損。伊朗的官員也鼓勵民眾做伙看守、保護電廠等等的基礎設施的安全。因為美國官員是甲當咧匈牙利訪問的副總統范蘇攏強調，空襲哈格島佮調工閃開石油出口的基礎設施，目的就是要向德黑蘭來施壓逼談判，並不是全面的戰略轉向。巴基斯坦的總理哈里夫星期7是呼籲川普大力攻擊伊朗的期限愛擱延後2禮拜，而且也呼籲伊朗在趕緊開放荷姆茲海峽。川普表示已經注意到哈里夫的呼籲，也講美國會繼續甲伊朗進行密切的協商。公視新聞景元慶報道。